真心希望大家可以睇到呢條片。今日我就將最實在嘅道理講俾大家聽，唔係所有人天生就係完美嘅格局，或多或少都會有啲缺陷。但我見過好多人前半生過得磕磕絆絆，可以去到某個年紀，突然就好似成個人脫胎換骨咁。呢個係點解？其實好簡單，就係佢睇到自己嘅舒適區。所以我成日講，你唔使自責，亦都唔使懷疑自己係咪唔夠努力，而係你身體裏面嘅能力失衡咗，嗰份能夠推動你前行嘅力量冇跟得上。正因為明大家嘅難處，我先至花咗幾個月親自睇住做咗呢串手鏈，就係想等大家喺日常佩戴裏面慢慢調和返自己嘅心情同狀態。當你遇到困境嘅時候，多啲摸下手鏈上面嘅珠，你可以諗起，咦，呢個蔡生講過，就可以補充自己心裏面需要嘅力量。佢嘅主體係小葉紫檀，摸起上嚟溫溫潤潤，戴喺手上特別舒服，無論男仔戴定女仔戴都非常合適。金珠剛毅，木珠柔韌，水珠清淨，火珠活力，土珠穩固。好多朋友戴咗一段時間都嚟同我反饋，話最大嘅變化係心裏面冇咁攰，以前做個決定諗嚟諗去，而家心態穩咗，應該向前行嘅時候就能夠果斷啲。每一寸都係手工穿嘅，我親自把關，大家可以放心戴。如果你都覺得自己成日內耗糾結，想改變又唔知從邊度入手，不妨左下角將呢串手鏈帶返屋企試下啦。